同门村清水溪灾害复建工程于110年8月16号正式动工。立法委员孔文吉、县议员田玉兴、秀林乡长王玫瑰、本乡各区代表、村长、部落主席、组长皆一同到场参与祈福仪式。当然我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们争取了差不多5、6年了哈，那族人也等待了很久。那我们当然也要非常谢谢中央公共工程委员会全额补助这个新建的经费，然后由花莲县政府的建设处来规划执行，还有我们乡公所王玫瑰乡长所带领的团队，以及我们各位代表啊，他们努力争取呢，才有今天。在这几年，为什么会部落居民为什么一直想要赶快开通这条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走台电的便道，台电便道不仅它的道路的品质不好，那而且非常的危险，遇到大雨也有随时积水的可能，所以这几年来也很辛苦我们的族人不管是做农民也好，猎人也好，每次要经过这条路的时候，都是要胆战心惊的走。非常感谢主，我们的祷告没有白费，尤其我们的牧师也在这里祈福，还有各位，你们的期待，你们的盼望，已经实现了哈。动工祈福仪式依照太鲁阁族文化习俗办理，期望透过传统祈福仪式，能够让施工过程得到祖灵的庇佑，也期待这条族人赖以为生的道路通行之后，能够恢复过往部落产业欣欣向荣的愿景。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